你係咪每次去超市買冰糖都要喺貨架前心大心細？一邊係晶瑩剔透，望落就好乾淨嘅白冰糖，無論係散裝定係獨立細包裝，都透出一種精緻感。一邊係顏色發黃，一粒粒大小不一，仲標榜天然冇添加古法製作嘅黃冰糖，價錢往往比白冰糖貴1-2蚊。到底揀邊至好？邊隻更健康更抵買呢？係咪貴啲就一定好啲呢？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呢種疑惑，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、小朋友或者經常煮飯燉補品嘅，每次買冰糖都要諗過度過，好驚買錯浪費錢，重影響健康。一位喺製糖廠做咗8年嘅老員工同我講，其實白冰糖同黃冰糖本質冇咁多玄學，既唔係黃冰糖就一定天然，亦唔係白冰糖就全部都係添加劑，佢哋嘅分別只有3點，睇完你就再都唔會買錯，亦唔會被商家嘅宣傳說話呃到。首先第一點，亦係最核心嘅製作工藝唔同，呢個亦係佢哋顏色有分別嘅根源，更加係好多人誤解嘅關鍵。無論白冰糖定係黃冰糖，原料都係新鮮甘蔗，冇咩天然糖同合成糖之分，更不存在黃冰糖係天然，白冰糖係人工合成呢種講法。兩者嘅核心分別，全體加工嘅精細度同工序多寡，而且正規製糖嘅原料篩選都好嚴格，只會選用成熟度高、糖分足嘅甘蔗，劣質甘蔗根本入唔到生產工場。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，只要係正規牌子嘅冰糖，原料都係靠得住嘅。黃冰糖係粗加工產品，簡單講就係將甘蔗汁濃縮之後，直接等佢自然結晶，全程唔做脫色脫雜質處理，亦唔添加任何防腐劑、色素同增白劑。所以咧，佢保留咗甘蔗本身嘅少量糖物、微量礦物質同天然色素，顏色咧先會係淡黃色，有啲咧甚至會偏淺褐色，望落冇咁乾淨。而且黃冰糖嘅結晶過程咧比較耐嘅，一般咧要放14日以上，自然冷卻慢慢結晶，所以佢嘅晶體咧更鬆散，粒粒咧亦唔規則，有大有細，表面重，可能帶住少少糖霜，呢啲都係天然結晶嘅正常現象，唔係雜質。靚嘅黃冰糖結晶過程中全程唔攪拌，等糖分自然凝結，咁樣保留嘅甘蔗風味先至更濃郁。而白冰糖咧就係喺黃冰糖嘅基礎上多咗2步關鍵工序：二次脫色同深度提純。第一步係用食品級活性炭吸附酒入邊嘅色素同雜質，第二步係再次濃縮，將多餘嘅雜質幾乎全部清理乾淨，最後經過乾燥篩選，先變成呢種潔白透亮、粒粒整齊嘅樣。講白啲，黃冰糖係保留本色，盡可能留住甘蔗本身嘅風味同少量營養；白冰糖係精益求精，追求純度同賣相，工藝複雜，成本亦都越高。所以同等重量嘅白冰糖，價錢往往比黃冰糖略高少少。呢度要特別澄清個誤解，白冰糖嘅脫色係用食品級活性炭，安全無毒，唔會有殘留。大家完全唔使擔心脫色就會有添加劑嘅問題。第二點，口感同營養，好多人都覺得黃冰糖顏色深就比白冰糖更健康、更有營養，甚至有人話黃冰糖可以補血、可以養生，寧願俾多啲錢都要買黃冰糖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誤解，黃冰糖確實係因為保留咗少量糖物，含有極微量嘅鈣、鐵、礦等礦物質，但含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計，根本達唔到補充營養嘅效果，重不如食啖青菜、一粒紅棗補充嘅礦物質多。反而因為提純度唔夠，佢嘅雜質比白冰糖多些少。雖然呢啲雜質對人體無害，但亦冇任何益處。而且好多商家炒作黃冰糖養生，其實係捉住咗大家追求天然嘅心理，專登拉高價錢。本質上兩者嘅核心成分都係蔗糖，養生效果冇任何分別。至於口感，分別就十分明顯啦。大家平時食嘅時候應該都感覺到，黃冰糖食落除咗純粹嘅甜味，仲帶住一股淡淡嘅甘蔗清香，甜度比較柔和，唔會確喉嚨。就算直接含住一粒都唔會覺得嬲。而白冰糖因為純度高，甜度更足，
口感更細膩，甜味亦更純粹，冇任何雜味，入口即化，重有溶解速度。白冰糖因為粒粒整齊，純度高，30秒就可以喺熱水入邊完全溶化，沖泡飲品特別方便。黃冰糖咧，因為晶體鬆散，雜質稍多，要2分鐘以上先可以完全溶化。杯底間中重，會留低少少淺黃色痕跡，呢啲都係正常嘅，唔係質量問題，大家唔使介意。另外，黃冰糖因為含有糖蜜，受潮後容易結塊，而白冰糖因為純度高，相對更乾燥，唔容易結塊。第3點亦係最實用嘅，用途冇最好嘅冰糖，只有最適合嘅揀對用途，比心大心細揀顏色揀價錢仲要10倍。製糖廠嘅老員工同我講，佢哋廠入邊嘅員工自己買冰糖，從來都唔會只睇顏色，都係根據用途嚟揀，既慳錢又可以令煮出嚟嘅食物更美味。先講白冰糖，佢純度高，味道純粹，唔會蓋過食材本身嘅風味，所以最適合做需要突出食材原味嘅美食，例如燉冰糖、雪梨、雪耳蓮子羹。我哋食嘅就係雪梨嘅清甜同雪耳嘅軟糯。用白冰糖既可以增加甜味，又唔會令味道變雜亂，煮出嚟嘅成品顏色亦更乾淨靚仔，晶瑩剔透，望見就有食慾。沖掉咖啡奶茶嘅時候，用白冰糖亦最合適，唔會破壞咖啡嘅醇香同奶茶嘅風味，甜度亦可以精準控制。重有炒糖式整烘焙，例如雪芳蛋糕、布甸、曲奇餅，白冰糖係首選，因為佢純度高，炒出嚟嘅糖色均勻透亮，整出嚟嘅烘焙食品口感細膩，唔會有雜味，而且唔容易影響成品嘅顏色。另外，白冰糖雜質少，保質期更長，常溫密封放2年都唔容易變質，比黃冰糖更耐擺，適合屋企長期囤貨。再講下黃冰糖啊，佢嘅優勢就係自帶濃郁嘅甘蔗清香，可以幫食材增香提味，所以更適合做風味濃郁嘅美食，例如燉冰糖原蹄、紅燒肉。放黃冰糖唔單止可以增甜，仲可以令肉嘅香味更順口，燉出嚟嘅肉色澤紅亮，口感軟糯，比用白冰糖燉出嚟嘅更有風味。煮酸梅湯、沖圓肉紅棗茶嘅時候，放黃冰糖可以令飲品多一股甘蔗嘅清香，飲落更溫潤，唔會覺得死甜。重有自家洋米酒浸酒，用黃冰糖發酵可以令酒嘅口感更柔和，香味更濃郁。重可以中和一部分酒嘅辛辣感。甚至乎炒糖色，新手用黃冰糖都冇咁易炒濃，因為佢嘅熔點比白冰糖稍低，結晶大，新手更容易掌握火候，炒出嚟嘅糖色亦更紅亮。另外，黃冰糖性溫，用嚟做滋補類嘅湯水，例如燉燕窩、燉阿膠，口感會更溫潤嘅。好多藥膳師傅燉川貝、雪梨、當歸雞都只會揀黃冰糖，就係因為佢嘅風味更貼合滋補食材嘅口感。最後，嗰位老員工重同我透露咗個避坑小技巧，叫我千祈要小心，唔好中伏。尤其係買黃冰糖嘅時候，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劣質黃冰糖都係山寨廠生產嘅，用嘅係劣質甘蔗，甚至會添加色素、硫磺嚟增色防腐，食得多對身體唔好。買黃冰糖嘅時候，唔好買嗰種顏色特別深啦、發黑啊，或者聞落有刺鼻硫磺味、酸味嘅，好大機會係劣質產品。亦都唔好買啲碎到一粒粒、顏色唔均勻嘅，可能係加工過程中摻雜咗雜質。一定要揀包裝上嘅配料表只有甘蔗或者冰糖，冇其他添加劑嘅，粒粒整齊，顏色均勻，聞落有淡淡甘蔗清香嘅，先至係靚嘅黃冰糖。買白冰糖嘅時候咧，盡量揀粒粒均勻、潔白透亮，冇結塊、冇雜質嘅，避免買嗰種顏色發灰有怪味嘅。總結一下，唔好再心大心細，白冰糖同黃冰糖邊隻更好啦？佢哋冇好壞之分，只有啱唔啱用。追求純度、口感細膩，整烘焙、炒糖色、沖調飲品，揀白冰糖；想要甘蔗清香，做燉補增香提味，煮風味濃郁嘅餸菜，揀黃冰糖。重有一點好重要，
佢哋本質都係蔗糖，熱量同升糖指數都一樣，食多咗都會升血糖。無論揀邊隻都要適量食，每日唔好超過25克。尤其是血糖高嘅朋友、老人家同小朋友更加要控制攝取量，唔好因為覺得天然就食多啲。以後再去超市買冰糖，直接按用途嚟揀，再都唔使喺貨架前浪費時間，亦唔會使冤枉錢啦。好多朋友之前買錯冰糖，唔係因為唔識，而係被商家嘅宣傳呃咗。希望大家可以避開誤解，買啱冰糖，用啱冰糖。覺得有用嘅話，記得轉發俾屋企人同朋友，等更多人避開選購冰糖嘅伏位，亦等大家知道冰糖買啱唔買貴，適合自己嘅先係最好。